哥林多後書第3章，我哋敢係再一擺推薦自家嗎？敢講我哋也愛像有的人一樣，需要拿推薦書本你哋，也係對你哋討推薦書係麼？你哋就是我哋嘅推薦書，寫在我哋嘅心內，係大家所知、大家所讀嘅，非常明顯。你哋就是基督所寫嘅信呢，我哋係傳送嘅人，也封信呢，唔係用墨汁寫在石板上嘅，係用永生上帝嘅靈寫在人心度嘅。我哋通過基督在上帝嘅面前有兩種信心，兩唔係講我哋自家有乜嘅材料好做呢個工作，我哋嘅才能係對上帝來嘅，係佢使我哋有才能好做新約嘅僕人。呢約唔係市面上嘅法律，係聖靈嘅約。市面上嘅法律所帶來嘅係死，仲係聖靈所賜嘅係生命。法律係用文字刻在石板上嘅，頒布嘅時由上帝嘅榮光顯現出來。雖然沙在摩西面上嘅陽光漸漸消失，其面上嘅光還係暗強，使以色列人無法度注目看見。也大事嘅事工有暗大嘅陽光，按樣聖靈嘅事工敢唔係還卡有陽光嗎？連天然死吹嘅事工有陽光，嘅宣布人無吹嘅事工當然還卡有陽光。其實我哋做得講，既然兩下有高卡大嘅陽光，嘅頭擺有陽光嘅就唔算馬嘅咧，連纖纖實效嘅也有陽光，兩長存嘅就當然有行卡大嘅陽光。既然我哋有兩種嘅盼望，我哋就行卡大膽，我哋唔是像摩西一樣，佢的確愛用面帕明定自家嘅面，使以色列人無法度注目看佢嘅面，直到佢光漸漸消失。仲係佢哋嘅心思生硬化脫去，到今半日佢哋讀舊約嘅時，佢哋嘅心還係明定同樣嘅派，因為人只有同基督結連，佢心中嘅派將會顯開，就是在今半日。佢哋特別讀摩西嘅法律，佢哋嘅心還係明定派，總係人幾時轉向主，派幾時就顯開。兩位所講嘅主，就是聖靈，主嘅靈在哪位，哪位就有自由。我哋大家嘅面全部無明派，就反射主嘅陽光，主就是聖靈所發出嘅陽光，竟改變我哋。使我哋上咗佢嘅樣式越來越有陽光。